伫咧新竹市有一群专职的妈妈，2年前成立一个新竹的母鸡囡仔窟的社团，因用讲故事的方式教囡仔讲台语，逐礼拜三拢有聚会，而且因用台语或者是客语来教囡仔读囡仔册或者是读绘本，互囡仔伫生活当中学着母语。这只蛇不头摇嘎咕噜噜，摇啊摇，出门去散步。标中卡传来讲台语故事的声音，还有囡仔的笑声。逐礼拜三拢会在遮看到这群妈妈带着囡仔，就安尼坐伫庙口头前，听老师用台语讲故事，用听的方式来学台语。有时阵，阮用华语甲伊讲话啊，阮讲，要去便所无？要不要上厕所？伊就会讲袂，伊就会讲一个台语出来，安尼阮就足惊喜安尼。啊，有时阵看到是像迄青红灯啊，伊就会讲迄是红色，迄是青色，对，真正足可惜，因为阮伫学校读册时，毋捌读过这。我即摆咧教因咧学写台文，学罗马拼音，咧学即款物件时，我就哦。足困难的，其实比阮学迄英文啊，无学迄日语搁较困难。变做啥？耶，你厉害！返到厝，也是会使听到爸爸妈妈甲囡仔讲台语，新竹母语囡仔窟表示，因若时是教台语，另外搁创造台语环境，台囡仔窟会使学无认同的母语，变做平常时开讲上常用的语言。上重要的就是爱推广台语家庭，对，就是你要学台，你要互囡仔会晓讲台语，上主要的就是爱伫咧厝里，平常时就安尼甲囡仔讲台语，伊才有法度足自然的学晓即个语言。囡仔窟社团的初衷，上主要是互囡仔在学龄前，同时间会使学几啊款无共款的语言，若是读过，也是会听几啊款语言的囡仔，对新的事物有更较好的学习能力，更加有台语会使为细汉就开始学起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